其他嘅老人院都擔心冇長者住，而我哋呢度一期已經快住滿，今年2期開業之後，仲不斷有新嘅長者嚟住。10月通過咗院舍計劃後，更加係收到超過40份嚟自香港嘅入住申請，而家已經有10幾位香港長者通過院舍計劃喺度安家。點解咁多長者會揀我哋？今日就同大家講下4個關鍵點，教你點樣揀一個真正適合嘅老人院。第一，入門先睇環境。老人院住咗，呢度就係屋企啦，所以環境一定要好，配套設施更要齊全，咁先可以滿足長者嘅需要。第二，了解服務，特別係醫療方面，安享晚年，離唔開日常護理，方便就醫，仲要有能力應對突發狀況。第三，觀察在住長者嘅表情，佢哋有冇開心，眼神入面有冇光，呢啲就係一間老人院夠唔夠溫暖嘅最好證明。第四，睇下員工嘅狀態，喺我哋呢度，工作人員就好似長者嘅仔女一樣，細心到連每位長者嘅喜好都記得清清楚楚，所以環境好，服務周全，有愛，有人情味，咁樣嘅老人院就真係值得你託付晚年。